啦！老弟，免惊啦，免惊！好势，你好，我就是上山要掠猛虎，我来去掠好，你看。都你受了罪啊，无了罪安尼啦，哈！哎呦！店小李，借我挂钱来。好。来，这个喙银互你。唔通啉啊，来会醉啦。啊。给我。给我，哎。少年啊，少年啊，起来啦！啊，你若到倒才困啦？这真危险，你知唔知？好酒好酒啊！起来啦！这是真危险的所在，你知唔知？你搁甲食酒醉倒才困啦？你看，这是好的所在，你知唔知？还有一个警示牌啊！我念你看，我念写：吼，行人注意，此山有猛虎。伤害不小人，上山者必须成群结队，多带武器。啊，像你这个人，空身还搁加早来吃，你唔惊去猛虎来食因呢？你讲啥？猛虎会食人啦！猛虎食？哎呀，哼！我唔惊，我掠猛虎来食。少年啊，你唔通酒醉啦，这句话唔好讲啦。这人就来叫车，莫去。相关啊！哇！哎，少年，猛虎伫倒位啊？我这个戆人要掠猛虎来配烧酒的啦，你莫去后壁我甲你结点心哦，你。叫我到老风霜。你是啥物声音？救人啊！老弟，免惊啦，免惊！好势，你好，我就是上山要掠猛虎，我来去掠好，你看。都你受了罪啊，无了罪安尼啦，哈！哎呦！是讲吼，我伫咧分老家规啦哈。若讲我少年时代啊，亲像这款猛虎，都是三两只我来吼，我都无咧惊啦。请问君爷，尊姓大名呢？我叫做听一龙，龙嘛是迄个高头军师好看成，安尼拍一记互我到，我差一点仔，这条老命就劈位。那你叫做什么名？多谢你救老夫一命。啊，唔通客气，在下叫做四咧。唉，人啊，若食老就无路用啦。看你安尼年纪遮尔少，竟然有这身的好功夫，
唔知恁兜住伫倒位，啊，你现在是咧创啥物头路啊？我住伫龙文县四家庄，空有一身的武艺，踮伫迄个南山表演社员伫咧道上。啊，可惜啊，可惜！啊，你既然敢有这身的好功夫，啊，即马龙文县当时伫咧招兵，你若无爱去食娘投军，嘛求一个啊出路咧。自份我甲师徒无缘啊。你甲师徒无缘，无啊，即句话是安怎讲？姿态，我甲讲啊明啊，无缘分啊，我情的中啊文，去的投军啊。所处的为难啊，上不准，你也厝闭关，厝内冤啊文啊。你用这身的好功夫，张士贵是安怎伊会唔采用你咧？这我家己嘛唔知影。原来有文言啊，心怀意士贵啊，处事太无知啊。伊究竟得病，迄落声把戏啊。敢是其中有会翘我起的？张士贵，你奉旨招兵，挑选英雄，竟敢弃贤不用啊！张师傅，你唔免失志，老夫只有二配灵字一支，你甲我举去龙门关，互伊张士贵看，我真相信讲。张士贵伊甲第三摆，搁甲你赶出来。二配灵气，敢讲迄个天宇龙，就是老国公听他金。是嘞，是嘞，我问你，你昨日救遐老伙仔，伊是毋是有问你的名咧？知影是甲伊讲我叫做死咧，并无甲伊讲我。哦，既然也到二配灵青社，我袂用个讲唔用你咯。多谢大人。是嘞啊，你敢知影讲你两摆闹斗军，为怎样我无爱用你咧？小会知影是讲误犯就大人，你会禁去，小是治罪。哎呀呀，迄小可代志，毋是啥物个代志，小可小可。若是我歹用你遮，目的就是要救你。救我？为什么呢？莫怪你毋知，我即摆讲你知。顶一日万岁爷在梦中梦起一梦，梦起一个鞭炮小将，手也通天飞脚，窜到金殿，将万岁爷给掠掉了。白下江山未过人，万岁爷精神非常的生气啊！是嘞啊，你敢知影这个大庙庙发的鞭炮小将是啥物人呢？是什么人呢？就是你。万岁爷在梦中有谱一首诗啊，家住逍遥一点红，飘飘四海应无踪。
三世海棠千娘家，心心不断做金龙。后来万岁爷也叫了军师来逼解，军师咧讲，头一句者就讲这人住咧山西，第二句者这人是姓氏，第三句者叫做林贵，最后一句是四林贵要夺占天下。所以万岁爷叫来遮招兵，就要暗中查究这人，也到家社将伊斩敌，以绝后患。冤枉，这是冤枉啊！哎呀，我的人是非常好哦，我有好心之德，所以你两摆来投军，我个会甲跳来甲你赶出去。遐尼拄好，你偏偏当着老国公听千岁。你自投罗网，我哪有算法度通救你？我哪有啥办法通救你？我哪有法度通救你咧？哈！袂用的咯，有机会能进伫遮，我哪会使放你去？不过，我要救你遮。大人，叫大人稳定，叫大人救阮大哥。大人，你救阮大哥。有一个办法。好，四弟啊，自今仔日起，你的名就叫做四弟。四年归3年，绝对唔通提起。正月2日2号有欠火头军，较忍耐一个。你去遐做火头军，你甲煮饭炒菜，人看看你也袂当着，炒嘛炒你袂当着。较忍耐，等到你若有功劳吃，我有机会走伫皇上爷，将功赎罪。多谢大人。禀大人，属下甘愿甲阮大哥当为火头军，甲阮大哥带斗阵。对啦，对啦，我嘛要来去日本啦。好，不过我甲你讲，从以后要叫死人，人叫死人贵哦。你若叫死人贵，一定有你害着哦。准备。在。走好多好，你就四林柜留在这所在，万一有一天皇上若知影，这……放心，3万的大军已经足了，咱从这招兵册吼，4人贵名偏偏杀，万岁爷看，伊嘛看袂出，查嘛查会出，从今以后所有的功劳事啊，就是现在你的咯。